啲家庭啊，啲媽咪又好啊，啲婆婆啊、公公婆婆都可以學得到，去分析到，可以去慢慢去做到自己想食個麵包。你朋友屋企人中意食，咁即係已經個成果已經喺度。Bonjour, je suis Pham-Phat, je suis boulanger depuis plus de 30 ans, plutôt formateur。咁我阿善啦，亦叫做華僑啦，爸爸媽媽好早就移民咗過法國啦，咁我就喺法國長大嘅。過嚟香港嘅困難應該係可唔可以講有聾有啞又盲又啞咧？因為廣東話講得到，但係好多時啲人可能聽唔明我講啦，同埋我覺得香港人講嘢係好快嘅，咁所以我好多時都唔明嘅。我哋嗰邊會分開工業麵包或者手工麵包，我哋個麵包鋪啦。法國人個麵包個主要食量咧，即係我哋中國人個食飯個食量。咁所以我哋嗰個麵包對個麵包個要求係好高嘅。由種麥嗰方面已經係開始，係個要求係好高。加連提嘅話，所以我哋嗰個麵包個重點咧，就係個主要食物就係健康，係一樣。我覺得即係拎佢哋用飯用麵包嚟代替我哋個食物咧，係實在係一樣㗎。呢個聞到有少少粉味啦，你哋又可以聞下嘅，聞下有少少粉味啦。咁呢個咧有少少花酵味嘅，有少少酸個味，但係有啲唔靚嘅牛油落去啦，啲假個牛油味啦。我以前嚟香港都已經覺得即係麵包鋪好多啦，香港好多選擇啦。每一個人去買麵包，或者每個人去食飯，我都留意到。你去餐廳或者去買嘢，你等多半個鐘，你都已經呱呱嘈。當個市場係個要求係咁嘅話，嗰啲麵包師傅佢都係聽老闆嘅啫。咁老闆一日之內要你做30個包，7點鐘講開鋪，你咪盡量做個包俾佢咯。咁落個酵母粉去做麵包就好多咯，做好快脆個麵包咯。我哋嗰邊好簡單，做一個麵包係5個鐘，香港做一個麵包係3個鐘。喺香港分析教班咯，分析到俾啲人上學嗰啲啦，啲家庭啊，啲媽咪又好啊，啲婆婆啊、公公婆婆嗰啲可以學得到，去分析到，可以去慢慢去做到自己想食個麵包咯。一簡單個先，跟住慢慢再解釋個基礎之後，先再慢慢去分享，即係實在係簡單嘅嘢嚟，就係一個時間同埋要明白嗰個麵包個發酵個道理。我而家我自己做啲麵包都冚唪唥都係向健康嗰方面啦，開頭基本個嘢啦，實在自己創意想做乜嘢麵包都得。呢個時間去做嘅話，你咪大家食得健康。咁所以真係最緊要，我落啲材料係健康。好似我整個5穀包，5穀包我裏邊又係5樣穀類嘅嘢擺落去，或者6樣穀類嘅嘢擺落去。我可以唔落牛油落去整個咁健康，我係落油落去㗎。當你做個麵包，你朋友屋企人中意食，咁即係已經個成果已經喺度。Hello， 我係阿師，我係一個法國麵包老師，已經喺呢行多過30年。